现场总共有3名患者，1名机车骑士，1名绿色 Toyota 的司机，另外1名是连接车，刚刚连接车的司机。 南方澳，一个整年都停满渔船的地方，一层又一层的房舍比邻而建。这个面积才2平方公里大的小渔村，曾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。极盛时期，居民高达3万人。南方澳为过往丰饶的渔业年代留下一个传奇的身影。大概民国50、60年的时候，那是最兴盛。现期记录内底都差不多10多坪，较无20坪，住了6户人家。南方澳是一个族群非常融合的地方。较早迄个屏东遐琉球，有钓青尾的钓珠啊，再来就是平湖人，较到卡船路，鼓山岛的人拖网。 来自各方的族群里面，都有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技术跟一个渔业的一个发展史。咱南方澳啊，是一个有真特色的所在啦，有5路人拢会到位。来这来渔的时阵哦，来这生活都定期落来，因的新船拢只要请过来，颠倒元帅啦，鼓山那边请过来啦。咱琉球、渔阳港嘛，琉球也请过来，而且咱有渔港的所在，大多数拢有这个天上圣庙。 所以讲，咱这渔港，所以讲就怎啊有真个遮尔济庙宇。我15岁我就落来掠鱼啊。出去来讲，我拢是会甲原则讲，业较顺遂，会当拄到较大吨的鱼啊。10大建设的是要建设迄个所有港，迄当阵因工程处决定先做一条临时的桥夫桥。但是阮遮渔业愈来愈发展船也愈来愈大只。 怎啊改善，怎啊起迄个跨港大桥，有迄条桥变做进出都较方便。即摆迄条桥断去了后，即摆假日阮庙口遮拢会塞车。因为移民的移入，活化了南方澳的渔捞技术，而南方澳大桥的设立，不仅畅旺了交通，更为南方澳带来观光的活力。挥别断桥的冲击。 在地居民无不期待新桥早日落成。渔获也会啦，交通啊，如果说2边都能通的话，就比较不会塞车啊。对，你嘛家到这样发展，早完成了等到桥盖了，应当是很多人来参观，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商机。无论是渔民口中的驼背桥，或是改建的跨港大桥。 串联东西两岸的这座桥，已经陪伴南方澳走过40几个年头。未来，第3座全新的大桥将会融合在地的青云意象，以全新的姿态再次拥抱与守护南方澳的每一天。